小连续出现3粒风台，移过来台湾的几率真低。不过拜四暗到拜六，全台湾拢会落大雨。台南公务局有公务人员唔上班，搁驶公务车走去国小游泳池，甲2个查甫囡仔卡来手来，目前人移送台南地检署羁押协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4日新闻，我是嘉豪。咱来关心天气，讲到这风台、番薯果甲德杂草等咧晚间，下晡气象署也发布有1粒风台科罗莎已经变做是风台咯。即马有3粒风台，不过如果因来到台湾的几率是无悬的。科罗莎未来会对日本的东南边海面区离咱真远，对台湾袂有直接的影响。咱若讲到这番薯果、德杂草这2粒风台，伫今暗时到拜六呢是上接近台湾的，到时阵全台湾拢会落大雨。台风地壳台风目前的位置在这里哦，那它未来持续向西的方向移动，预估在25号早上8点的时候会来到台湾的东北侧这个地方的近海。另外在竹节草台风的部分的话，它是逐渐向东北的方向移动，预估它也可能在25号通过吕宋岛北边的陆地或近海的时候，持续向东北移动的过程，强度也会持续的减弱。第7和第8号风台番薯果和德杂草小连续形成，另外气象署嘛指出，原本伫关岛附近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嘛已经成做第9号风台科罗莎。这3粒风台当中，番薯果离台湾较近，外围环流伫拜四到礼拜拢会电输北部和中南部的雨水较高。我们预估在今天的晚上到26号清晨这段时间，因为受到范斯高台风，或者是它到时候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之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在西半部地区会出现局部大雨。此外，在北部地区可能要注意会有短延时豪雨的情形。气象署嘛提醒讲，到礼拜进前，中部以北沿海空旷所在和恒春半岛外岛开透强阵风。另外，因为今马拄当天文大楼，气象署指出，花莲、台东和高雄、屏东要特别注意海水冻结。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下雨比较明显的情况，满潮的时间点都要注意这种沿海地区积淹水的情形。气象署表示，番薯果、德杂草也有科罗莎3粒风台拢未入来台湾，主要是外围云系会带来雨水，但是发布风台警报的几率无悬。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若是要去琉球和菲律宾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丁阿轩、卢松、卢夏桂林台北报道。剩2天，也就是这个拜六要举行这大罢免的投票。国民党立委王宏伟一直走行程，再去和韩国瑜、吴国昌去催票。那下晡呢是和蒋万安用车队扫街。另外，这全国罢免团体联合代表也做伙开记者会，强调罢免行动是人民依法监督的正当行为。也有几类民间团体下晡举行文教界停大罢免的游行。来，院长，我们跟大家挥挥手。离大罢免敢若剩2天，国民党立委王宏伟加立法院长韩国瑜、民众党主席吴国昌、无党籍立委郭金素梅一直催无同意罢免票。高金啊，还有那个黄国昌主席跟韩院长，那他们今天一起，大家都是排出时间一起来陪我，所以信心大增。罢免投票倒算计时，将总统蔡英文23暗表明会去投票，表达伊对国民团体的感谢。不过大文无讲到大罢免大成功，引起讨论。王宏伟委员是打不扁的、压不扁的蔷薇，国民党喊大罢免大失败。失败为成功之母，所以民进党成功要听妈妈的话。下晡台北市长蒋万安阁陪王宏伟回访中山本命区，车队扫街拼声量，阁强调台北市50人位一席都袂使少。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代理主委戴锡钦讲，保王宏伟真重要。关系蒋万安连任台北市长。台北市的各项建设，我们都靠5位国民党的委员协助我们在中央争取经费，不同意罢免，也是守住中华民国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多元与包容。不能走回一言堂。全国罢团联合代表嘛共同召开记者会，强调罢免行动不是政党附随势力的操作，是人民依法监督制度自我修复的正当行动。真侪民间团体下晡嘛举行文教界停大罢免游行，呼吁2天后的投票一定要成功。反共反共反共大陆去，今仔沿路唱互恁听。 你就知影讲，即卖国民党安怎无反共，甚至要甲台湾带去予中国，这敢有道理无？今天立法院现在变成打架院，傅昆萁变成唯我独尊的太上皇，中共则是后面的演武者。爸爸。
罢免真激烈，陆战过来走基层，真侪民进党立委早起嘛，甲地方民代、公民团体做伙徛伫街头，催同意罢免票。记者采访报道。新华社案今仔搁再开庭，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心做证人出庭，伊当场是大声吼，讲家己敢若主持4摆的都委会会议，说是不甲弄假线体。法官是认为讲伊情绪无稳定，该做9月初2才过来出庭。啊，这郭文德敢会当出来投这罢免票呢？已经找律师提起行政诉讼，申请假处分，合议庭按算伫明仔载宣布裁定结果。台北地方法院2时搁再开庭审理叫发声案，提审前台北市长郭文德甲国民党议员杨巧薇，也那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心是伫牵手过身了后，头一届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不能会改变你的做吗？彭真心无讲话，行入去法院，毋过开庭了后，伊搁再当庭哭出来，表示家己敢若主持4届都委会会议，即马煞是甲破人亡。法官看到彭真心的情绪真激动，一时间是休庭10分钟。虽然彭真心表达已经到庭会尽力作证，但是法官认为伊的情绪明显还未恢复，庭事会出问题，最后决定改做9月初2出庭。补充理由书传给了各个被告之后，都威胁了他们说，假设公词跟侦讯的期间的笔录不一致的话，有可能会面临其他的刑责。7月2日也要罢免投票，要来羁押的郭文德也委任律师提起行政诉讼，要个申请假处分来争取投票权。那我们希望今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能够透过公正的裁判，重重的打醒民进党政府。人民的公民权不是可以这样被他们肆意剥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时透早开庭，郭文德律师萧奕宏表示，考虑选务机关甲介护机关的能力，希望当用亲像通信投票方式投票了后，未封交予看守所的人员，再个转交予台北市选委会。不过选委会甲北所拢指出，这款方式应该有法律的授权，建议法院驳回这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网络最近有风声讲，这届投开票所有一寡防刷器较压贴的所在。中选会表示讲，这回全国9县市有设5947个投开票所，大部分呢是限制04年大选地点相像的，有一寡所在本地就换来换去，也会透过这地方的选委会向民众说明。416将迎来罢免投票日，以北市来说，最大的投开票所位于内湖区的3民国中。投票时别忘了携带身份证、印章以及投票通知单，也要先确认通知单上的投票地点。社群平台流传，台中市有民众发现，即摆有一寡罢免投开票所地点较偏僻，像有空厝废弃车厂，甚至撞击车。行政院长倒英台特别伫行政院会上呼吁民众注意投票地点敢是甲以前同款，也要求各地选委会多加宣导。希望地方政府或各地方选委会能够主动协助，针对有投票所变更的区域，应该在原投票所地点提供具体的指引。中选会表示，即摆全国9县市拢总设置5947个投票所，沿用2024年大选设置地点为主。也毋过因为拄着许多部分校舍进行修缮，也是举办活动无法度招互人，下打广告，搁派专人到变动的投票所引导。中选会也提醒选民别当家己早宽选工具甲认识。应该是以我们投票所提供的圈选工具跟这个打印台来作为这个圈选。依照选罢法第105条的规定，是可以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下的罚金。7日到7日也有5项注意事项，包括透早起袂当伫通讯软体社群平台从事罢免活动，相关会当处200万罚金；禁止伫投票所30公尺内吵闹，也是干扰苛刻他人投票，也是唔投票；参袂当拆掉，也是炸出罢免票顶。罢免正反双方当然可以鼓励选民踊跃投票，或是不投票，我们选务机关不会加以干涉。投票日当天是不能够从事这个罢免的这个宣传活动。中选会也说明，7日就投开票结束了后，中选会8月7日才会审定计票结果。审定确认了后，方罢免的日费会伫7日方解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咱来看台南天车内的民众呢，海边最近较危险，千万唔通去。这台南的黄金海花径下晡3点外传出有3名国小毕业生烧焦去生水，所发生毒水意外。消防局虽然有派人去救援，有一个囡仔家己上花，另外一个呢是伫咧肉粽角附近，互消防人员救起来。这2个囡仔先送到病院，另外还佫一个目前也找无到。对这个画面呢，咱看到讲，这搜救人员一直咧肉粽角附近找人，海巡也伫咧海边倒找，消防局也有调派无人机协助。这囡仔碰见老爸赶来到现场，老爸伫咧出门进前就提醒囡仔讲，唔通去海边生水，也是讲袂听。但这详细事故原因，佫需要厘清。讲到台南的逼出一个公务局有公务人员18假讲要去灾区会勘，率驶公务车走去国小的游泳池，对2个查甫囡仔入去一间内面，甲这学生囡仔卡来手来，学校接到通报了后，随报警察，目前是依照儿少性剥削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19已经羁押核准。白色公务车停伫车架内，本来是外勤用车。台南市政府一个姓氏的公务员18煞假讲要去勘灾会勘，那开车溜班，佮走去国小游泳池，对2个查甫囡仔佮加威胁。学的时候，就是他们也很冷静啊，所以出来的时候才由陪同的家人赶快通知消防。更衣室内底有打广告禁止翕相摄影，姓氏查甫人迄天对查甫囡仔入去更衣室，佮出手威胁翕相，行为可恶。本来是为服务附近居民，则对外开放游泳池，嫌犯所趁机会伤害学生囡仔。学校唔若要报警抓人，嘛暂停开放游泳池，佮研究加强管理办法。施信被告涉嫌在校园泳池偷拍他人隐私性影像，及涉嫌强制猥亵被害人，认该被告涉犯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刑法强制猥亵等罪嫌。扣案事证显示，被告有灭证而逃避追查的动机及行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及危害社会治安程度非低，裁定施信被告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姓氏查某人被抓到了后，依照儿少性剥削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19羁押核准。伊捌伫经法局市长处任职，因为规则文书这个争议离职，所以去年通过高考，搁进入公务局。把他的摸彩券、彩色影印了10份丢入摸彩箱，公文被推荐，不想重跑公文，就把脏的部分彩色影印贴到新的公文。法院的押票才知道他犯法被收押。当天我们就予以停止。公务局接到通知了后，才知影姓氏的查某人溜班搁犯法，也表示姓氏的查某人平时也无啥物特别无讲，拘捕了后已经甲停职。针对这个案，检方的专案小组也持续扩大侦办。记者采访报道。有民众发现，这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内面，说有掠超速的翕相机，即期这警方是要抢钱。国道警察表示，讲是为了要防止有人违规，或者是在内面飘车才会设翕相机的。对7月开始呢，会使用机动取缔方式。不过，民众认为讲，这警察就要较早出现，才会当改善问题。民众赛车入去到国道3号的南投服务区，所发现讲这站区的车路出现讲头前有测速翕相的警示图，真侪人是放慢速度，但是有人质疑讲测速应该是伫国道的主线才会有，啥喏即摆会出现伫服务区内面。弯路迄个要讲较无讲啦，是着讲我那当尽量放较空松咧啦，放松一点啦，莫讲安尼掠到遐严着啊安尼。真正大家落地底钱拢爱定较暗的。民众质疑讲，警方是处理过当，而且烦恼讲才对主线道入去到站区，也未负减速度防翕啊，引起批评。警方表示讲，这是为着要防止车主违规，也是有急加速的行为。为避免车距车辆于服务区内及加速，造成交通事故及妨碍附近民众安宁，进入服务区主要车道分流处及中寮变道汇流处增设警52标志，增加服务区测速照相勤务。警方表示，讲是因为南投服务区是伫咧中台湾，交通搁真利便，定声各地车友伫遮咧聚会，但是常常发生违停，也是伫咧直线道急加速这状况，影响一般过路人的权益，嘛恐惊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因此对7月开始执行处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件超速，而且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甲罚，但是敢真正有协助的作用，民众的态度是真保留。毕竟你测速的应该只有这一条而已吧。
可是其他地区并没有啊。对啊，我觉得如果驻点有警察在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我不是说随便乱放个点，我就要给你测速，这不是，而是说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有人会下车，然后他会走过这个点，走进去休息站里面。那你在这边开这么快，对所有下车要走路的人都不安全。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讲，虽然讲短期内会当有一寡效果，但是警方嘛是要考虑坑的位含敢有妥当，避免伊颠倒变作是驾驶人的陷阱，结果却是引起民众的不满。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树的河山宫电场因为违法时间去予市政府处罚，地检署也当咧甲查。经过个外月对早呢检调前为业者含技术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昨暗裁定2个人收押禁见。高雄大树河山宫电场2期工程6月中，市府下令停工，同时将水土破坏的情形，而且求头地检署侦办。经过个月对早检调第2日发动敲催，传相关的被告证人到案说明，因为涉任的业者甲涉案的技术罪嫌重大，而且还有交结串供的记录。检方23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另外还有3名员工也分别10万甲8万交保候团。被告林某、吴某等2人涉犯违反山坡地保育条例及水土保持法第33条，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本府的一贯立场就是支持严惩严办，后续都会持续严格监督业者完成2期水保工程改善措施，恢复直升。业者洪秀亚里长讲2日因都听到风声，不过对地方来讲，上要紧的也是这片山坪的安全。进前市府要求业者伫7月23进前，爱甲这如甲光光的山坪恢复原貌。不过1个月过去啊，恢复的进度也是真有限。就连涂骹这草啊，嘛是地方建议用这好种好活高生团的牧草，才有通看到淡薄青青。里长讲，市府限的时间到啊，才做安尼。即摆业者搁洪秀亚，因正烦恼这片山坪会风放讲。这就是阮里面上担忧的一点，因为头家既然你用掠去，伊就无多人时间，无多人时间，你政府有你的看法，你的做法啦，有里面有一个心理安抚下来啊。水利局表示，因为进前有拄到风台大雨，所以业者有申请将工程延期到8月7日。市府会持续监督业者的进度，确保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邝亚茹、邱朝阳、高雄场报道。美国要甲日本扣的关税降低到15%，咱的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台美当咧谈判争取更较好的税率。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也讲，若准无同意开放市场，可能会扣更较悬的关税，引起外界伫咧烦恼讲，咱台湾将有可能会开放美国牛的北莱亚等等呢，当作是谈判条件。我们正在努力进行当中。台美这礼拜开始第4轮的对顶关税实体协商，杜永泰强调拍拼谈判，因为美国对日本的关税是降到15%，和台美关税的进度更较受到注意。尤其川普之前点名讲，计划对进口药品征收200%的关税，和外界烦恼讲会冲击到台湾的药品供应链。你消费品的话，你可以少用或是不用嘛。可是药品基本上，如果你生病，你就非用不可，涨的价格一定会回到美国的消费市场嘛，那个药品市场去。但专门认为讲药品关税对台湾市场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是主要的冲击会是全球药品的供应链有可能出现药品无法度稳定供货的风险。除了药品和半导体的关税，在野电影阁烦恼讲，开放美牛来从含甲肉进口含放宽美猪来克多巴胺这容许量变作谈判条件。开放了这些内脏，开放了这些市场，我相信一定会对我们国人的健康，也国人的这个整个的反应一定会非常的激烈。行政院强调讲，会秉持深化台美经贸、互利互补和维护国家利益、守护产业利益、守护国民健康、确保粮食安全这目标，持续和美国来谈判。学者分析，日本会当讲到比印尼19%更较好的税率15%，除了开放市场上大的主因就是投资5500亿美金，但是台湾宣示的4大底线，恐惊是会增加谈判的难度。我们可以强调，就是说，我们去投资美国是生产那个美国没有办法生产的东西啊。
那日本去投资美国，它生产的东西是美国本来就有的技术。好，我们应该要强调这一块。邱大生表示讲，若台湾伫汽车关税顶悬让步会损害产业的利益，促销美猪美牛产地标示放宽限制会引起民众对健康的疑虑。另外，开放美国米的进口有可能冲击到国内的粮食安全。政府的谈判除了让美方认知到台湾有帮助美国再工业化的能力，加上提高各方预算，加码能源采购也是对美投资，才有机会去争取到比日本、韩国更较有优势的税率。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川普政府呢，把这8月初伊当作是对顶关税最后的期限，含日本是超出15%的税率，互当咧谈判国家压力是真大。川普23也表示讲，美国当咧完成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后面进前红设定的30%，那阵对美国开放市场也有机会继续降。川普今仔日就破白讲，若要降低这关税，只要开放市场就会使。日本开放汽车筹备等市场，佮答应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金，来换对比关税数字为25%调降到15%，适用范围包括日本汽车。这项消息数字一个重新卡就4万点。正正摕到25%关税数字的南韩，也想要复制日本经验。彭博报道，南韩当准备甲美国成立大型投资基金，规模可能至少1000亿美金，也毋过原定25个美韩贸易谈判，即马煞因为美国财长贝心德的行程变动，互临时取消。除了日本已经确定协议，川普23伫发表 AI 政策演说的时也透露，美国当咧完成甲中国的协议。针对已经公布30%税率的欧盟，川普也表示，只要对美国企业开放市场，欧盟有机会调降。We've offered such a deal to the European Union, where we're in serious negotiations, and if they agree to open up the union to American businesses, then we will let them pay a lower tariff. 甲日本同款看重汽车市场的欧盟，也想要摕到15%上低关税，而且也爱包括现有汽车关税。也毋过，若美国有望维持30%的关税，欧盟也准备以头一摆动向反协别工区 ACI 对美国实施相关级别的贸易反制。We are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reduce tariffs on cars and car parts with no limits on volume. 关税将个时间要赶紧，即马除了川普所谓的处理无好的国家税率会达到50%之外，其他拢会为15%起跳。川普也伫家己的真实社群上明白点出，以日本甲印尼的谈判为例，只要同意开放市场，美国才会降低关税。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咱的观光署长陈菊受惊去到立法院备询，针对观光客来台湾一年买1000万人次的这个目标，伊讲呢，这挑战是有影真大。不过，若准达到900万人次来台湾，应该是无问题。根据着观光署的统计，英国外国游客上爱来景点，第一名游玩是夜市啊，也若其他的景点大部分也拢集中伫咧上北。国元就任加做头一位非公务体系出身的观光署长，陈菊受采起头一摆去立法院报告，就半年经过移民署入境资料来台旅客突破41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有上涨10%，来台市场结果以台北、阿成、南向加其他市场各占大约3成多。有多少是旅客？有多少是可能是移工？有多少是相关的人员？统计方式呢是跟全球一致的哦，所以标准上面是大家都是一样的计算方式。是，所以说它里面419不是全都是旅客嘛？这你也承认嘛？是我们恢复那么慢，这个不能拿来说嘴了。对关心观光旅游的业者跟国人来说是无法交代的，还是要朝1000万前进。不过我们也知道说，今年确实碰到的挑战还是非常的多。根据观光署统计，过去入境旅客上爱去的景点，第一名永远是夜市，其他也多数集中伫上北，包括台北102、西门町、高云仔、淡水、中正纪念堂等。日月潭排名第14，通路国家前景农场也进入前20名。观光署表示，今年有愿以1000万旅客来台为目标努力，900万达标应该无问题。另外，两岸观光有继续甲对方交流，也毋过就是爱配合相关规定办理。今年也有几十万旅客透过第三地还是其他专案方式来台。国内旅游部分虽然去年旅出2.2亿，也毋过7成5是当日来回。交通部长陈世凯讲，旅宿业状况确实无好。
现在旅宿业状况确实不好，所以我们会透过活动的方式，或者是更深度旅游的旅程，跟地方政府来结合，让大家愿意留在那个地方，不要只有几个小时，而是1天2天。交通部表示，国旅有轻旅行、当地来回的趋势，确实冲击旅宿业，所以会由观光署规划主题旅游，和区域分流，增进旅客过暝，留宿社会的观光经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年开始，这饭店旅馆因为环保新制度，袂当提供用一摆就拼掉的洗肠用品。消基会有去调查172间观光饭店，人客若准无早，有6成饭店是爱开钱买，上贵的一组爱到6到8，甚至有1成外的饭店是无提供一寡洗肠用品的。不过消基会也讲，这用品饭店是省起来啊，不过这大房的介绍却是无适合人客。变好的客房，伫更细细的下间仔的台面顶悬，无任何一摆成的备品。比中央的环保新制搁较严格的台北市，照自治条例，对这个月2日开始，你属禁用一摆成备品的完成时间到期，客舱人员会开始客舱，不管客房、公共区域还是附属设施，拢袂当放。在7月22号以前，我们是就是客人有需要，我们还有一些剩的就给他。但是在7月22号之后，我们就真的不敢给，因为我们怕被罚钱。每一次讲，每一次被客人骂，说你们为什么不提供？消基会调查过来，拢总172间1000到5000级的饭店发现讲，元旦开始连续禁用一摆成的备品新制上路了后，嘛是有真少数的业者主动提供备品，有2社因是甲特意都会提供，另外嘛有条件式的提供，也是工业部式的提供，但是有高达59.3%是必须要纳钱来买，占比上大。在高雄这间5星级的饭店买备品组合继续是上悬的，是680块。业者讲支持政府推动减少一摆成备品的政策，因买唔那只是功能性的物件，而且会当用几啊摆。卖这个价格的话，就是有需要的人就还是会买，就是重点是在有没有需求。环保吧，我觉得蛮合理的。那你会希望它的价格可以因为就是这样可以比较低？还好我觉得维持原价就可以了。备品的部分要付费，那这样子我们现在没有备品的话，是不是应该降价？好，那其实好像也看不出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消基会指出讲，饭店甲备品的成本省落来，但并无反映伫房价顶悬。卖备品嘛是造成消费者观感真歹，建议会当学日本的做法，考虑伫柜台提供备品，互有需要的房客家己摕，伫环保和消费者的需求内面找到平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凤山经营50年的病院大东病院，本地按算讲这年底要收起来，不过只是说传出讲9月底就要提早结束。院长讲是因为囝儿逝世拢伫咧国外，无人要倒来接，家己也已经85岁啊，要好好的休困，享受人生。啊，若这病院的员工、病人因拢会安打好势，也感谢大家这50年来支持。对院长的脚步去巡房，这是大东病院院长蔡心龙这50年来逐工拢爱做的工课。莫看伊已经85岁啊，脚骨勇健流利的程度，可能袂少少年人拢对袂着。蔡心龙讲，伊知影病院要结束，大家拢唔甘，伊家己嘛是靠几落工。不过身躯边的朋友一个离开，再加上医疗环境的改变，伊感觉休困的时间真正够啊。不像我们那时代就是很简单啊，现在好像很竞争啊，而且靠很多的治疗方法很多啊，什么疗法一大堆啊，所以说我们也慢慢也跟不上了。病院要收起来，蔡心龙上烦恼的都是员工甲病人的安踏。伫大家斗3工之下，全院107位员工、51位护理师已经相续消解去北京病院。行政人员也陆续替因地直接，11位长期住院的病患嘛拢安排好势。这间伫凤山在地经营50栋的大东病院，无论是员工、病人也是店家，大家对这间陪伴近50栋的老病院拢真唔甘。也病院开的家其实现在行李有的是也是有，他们的病人很多都来我们这里吃牛肉面。吃了还会回头的，非常可惜呀、我原本也跟院长开玩笑说，你活到100岁，我虽然很高龄了，可是我愿意在你这边跟你一起做但是没有办法。卫生局讲，7月接到病院通知，年底要结束营业。病院表示，可能会提早到9月底就关门。院长讲，退休了后会先好好休困，也无计划要做啥。你收起来病院，若是有人要做，就会做互别人做其他的运用。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宜兰县政府有统计讲，最近3年猫仔狗仔被放杀的是愈来愈多。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县政府要把这收容的费用上济收到4000块。
有动保人士是认为讲，这规费爱有关以外，也要配合着生命教育课程等宣导，增加饲主的责任感，才会当避免非法弃养愈来愈严重。贵宾到哭泣已经13岁，却因为主人的亲人反对，就互人放杀。好关伫人仔内底哭泣，即马看到人就是拍的，无啥互动。伫宜兰县流浪动物中途之家，最近几年和哭泣同款遭遇的猫仔、狗仔是愈来愈多。中途之家互人放杀的猫仔，有的年岁已经到20岁。根据县府的统计，即寡互人放杀的猫仔、狗仔，平均留伫中途之家的时间大约是60天。有的是破病过世，有的是幸运互认养。因若统计最近3年，宜兰县互人放杀的猫仔、狗仔的数量，2022年有209只，2023年有223只，去年是254只，有单年增加的趋势。第一个原因当然是饲料人工的成本大幅增加。那再加上，因为后来零扑杀的关系，动物收容的天数都有持续的增加。互人放杀的猫仔、狗仔愈来愈多，收容的成本也增加。政府修订流浪动物中途之家收钱的标准，加放杀唔饲的规费对2000提悬到4000块，五家乡民是对1000块提悬到2000，而且按照规定，放杀唔饲的人，拢爱上动物保护的讲师，袂当个认养动物。所以呢，应该要从根本上的做起，从无论是领养或是购买。你本身你就要做好饲主领养前或认养前的教育。不过有动保人士认为讲，提悬规费爱谨慎，需要配合加强生命教育课程等宣导，增加主人的责任感，才会当避免非法唔饲的情形增加。也建议放杀唔饲的规费应该分级，针对弱势族群、无同种类的动物，放杀唔饲无同的原因，互因辅导，各有无同款的收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洪台过后，这台南灾区整理出来本数呢超过15000吨，等于是7个月本数量。全台南呢已经有说46大型集中本数，确实有人乌白等一寡有毒的食类倒放，对民众讲，这本数若准无变，恐惊影响到环境卫生。台南市各区的3个里活动中心边有设暂时本数的集中区，即卖将废弃物囤干那山，而且各种废弃物拢总有，基本无分类。附近民众真无奈，在地里长嘛怨叹这清运的能量分配不平均，公部门对灾区的优先顺序认定，或者在灾民面对如苍苍的现况，嘛敢若会当有苦往心来吞。从洪台背到进啊，一直蹲到这阵啊，就无奈就只咧等。啊，无奈啊，系啊。北边是灾区啦吼，大家即个要复原吼，灾后复原即个动作，啊嘛足希望会当赶紧来清运，因为即马嘛是拄啊。并没有问哈，这个滋生源的这个好花期啦，啊嘛足惊讲吼，会引起哦这个天高热的这个爆发。另外一边伫满头区的本社集中区，同款有破沟口的砖压，都压满世界。不过竟然互人发现有民众乌白蛋石面遐，环保局嘛强调，为着要防止乌白蛋，伊嘛陆续先甲本社集中厂先关起来，伊嘛呼吁民众若有石面遐，爱先家己包好好势，才去公所登记，派人来载。瓦的一个处置啊，它规定一定要先到公所来登记。先前呢，要在自家里面先用太空包把它包织好、堆置好，然后到区公所这边登记，由区公所会诊之后给环保局废管科来统一处理。已经有登记了2300多件的这个石棉瓦的清运的一个件数，那我们也不停的加快脚步在清理这些石棉瓦。那这次的风灾，我们已经清理了180吨的这个石棉瓦。临时本社集中区出现石棉遐，后续就惊产生环境卫生问题。这场风灾过后，环保局已经清运超过平常时7个月量的本社，依然是咧考验政府后续的应变能力。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讲到最近，当着这天文大流去影响到海水倒急，屏东东港的东镇里淹水已经淹3天了。今仔日天就还袂光，海水是规个淹过来，上悬有够卡肚。车驶过拢是水手，民众出入拢爱打水行。这是屏东东港东经里的大路，海水已经倒流淹起来第3天。对7月22，每天透早天也袂光，东经里就开始淹。二是积水大约15公分左右，差不多到脚后倒悬。刚悬过一天，当地居民参里长拢感觉足无奈。拢差不多安尼啊。我明仔日看我车里啊，好，我正常轻呀，我规拢掉。
安尼袂使使啊，我都嘛袂使调。这件是这个月的上严重的一件，因咧若用到一个关渡车驶过，水就跌入去内底，甚至今仔佫有冤家讲对厝内入去。里长讲，今仔日积水比昨更较严重，东港电工所联合办公大楼头前的大路拢淹，上严重的准头路、参大兴路口，水拢有到脚后倒。虽然电工所抽水机透早就开落，不过抽水的速度嘛袂赴淹起来海水。中央气象署预估，刷落来2天，阁是8楼的观点。25、26的时间点会较慢，到透早6点半至8点外较倒楼。拄好是出门上班的时间，提醒民众塞车、骑车要注意安全。那只要海水一上涨，那我们立刻启动抽排的作业，让淹水的时间与面积减少到最低，也就是防堵抽排跟垫高，来系统性的解决东港沿海地区每逢大潮容易移淹的问题。屏东县府水利处水退了后，嘛有派人到现场了解。因表示，县府除了推动水动早起来、抽水、甲路面铺悬的3种改善方法以外，嘛会向中央争取治水的经费。里长讲，希望县府会当提升改善的速度，让当地居民会使早日结束拄到大漏水就要淹水的噩梦。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关心这台东落大雨传出灾情，关山的芳瓜仔田拢引起上万粒拢害了了。县政府初步调查，这关山呢也有万东稻仔的鱼仔也拢淹死，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啊。县政府表示讲，会继续统计损失进行救助评估。伫关山镇碧南溪这搭，农民白田来种面积比价的洋芳瓜，不过22日小连续落大水雨，未采收的洋芳瓜泡水泡到烂去，原底农民按算会当有200多万的收入，即马全部乌有去，只有是勉强采收少量较完整的芳瓜减一损失。按不采，等到他再来10几天来看灾。这个瓜也全部烂光光，那我们损失更惨重。有一户洋香瓜的这个农友的部分呢，有比较明显的一些灾损，那这个相关的树报也已经提报到县府这边，那县府会尽快的与相关单位来去共同的会勘。县府这几天初步调查，各有部分大雨期间无法度受粉的大白石溪，也可能会有淹地性的灾害发生，请农民要注意。另外，伫万东稻仔鱼仔部分。关山镇公所已经通报鱼仔受损，农业部也公告关山镇鱼仔灾情达到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不过，即马台东市甲碧南乡的产地，农民也买袂到鱼仔，因为鱼仔场的鱼仔也受灾，可能要到9月才有鱼仔会当捕钓啊。秧苗泡水泡太久都坏掉了。如果有其他乡镇的这个秧苗场的部分，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灾情，请尽速的呢向所在地的公所这边来去做反映。县府提醒农民，大水好了后要注意农作物生长的情形，若是发现淹地性的灾害，要记录保存证据，才可向各乡镇市公所提报勘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风台过后，造成嘉义市北到3万丛的树仔倒去，有上百年历史的嘉义公园到今也未整理好势。树木医学会就邀请日本的树医生来检查树仔受伤的情形。来测试哈，用最基本的测试，这样刺下去，大概25公分，超过一半了啊！所以当我们腐朽面积超过一半，这棵树就是砍掉。检查因为风台受伤的树仔，了解树仔倒去的原因。来自日本甲台湾树木医学协会树医生甲学者，专工来到嘉义市100年历史的嘉义公园勘查，要针对公园内底树仔受损的原因甲状况。提供刷落来树仔保养甲护原的建议。伊讲这回风台甲一般的风台无共，伊只有感觉明光风迄种感觉。建议就是根啦，有生长空间。足侪树仔遐大丛树仔应该袂倒的，看来伊倒来，就是因为根无法度定侵落。这个风台造成嘉义市将近3万丛的树仔倒去。市政府除了邀请日本的树医生替树仔做体检以外，嘛希望学习日本对树仔防灾的经验。日本的树医生讲，除了爱有所在和树根来生长，树仔的选定嘛真重要。在树木的选择上，可能需要选择一些抗风性比较好的树木，像苦楝树啊、樟树啊，或者是茄冬这种，尽量避免那个豆科的或者是黑板树的这个部分。树木医学协会嘛指出，公园目前有一寡树仔破病，佮因为风台来受伤。考虑到民众的安全，嘛应该爱来清除。嘉义市公园管理局表示，会参考树医生的建议来做处理。目前清除的工作已经完成65%，会赶紧来整修园区，呼吁民众暂时卖离摆公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讲到台语影片，最近呢，伫咧网络类型是真侪款，内容也真丰富。就讲到地方团体举办课程，教民众翕电影片，用台语介绍文化，那会当行销在地，也达到推广台语的目的。摕手机录影，访问店头家是安怎落地啊？伫鹿港是讲通几啊？中华鹿港有地方创新团体办课程，教民众用台语翕影片，了解地方，相袂少对台语甲地方文化有兴趣少年辈来参加。我对台语嘛是有一份感情。这门课老师就是个教阮讲要安怎用电影片来创作，在这届的机会来去甲这个故事甲传落去。本身就对地方啊，有文化创新就有兴趣的，所以来这有学习到足侪物件，甲未来有。找头路就有关系。我是彰化人，点解伫咧台中咧做工课，有淡薄仔想要回去家己的家乡，所以看到这个工作坊，想要来遮听大家分享。网络影片的收看习惯一直在改变，即阵1分钟左右的短影音进行。主办单位表示，短短时间内要安怎成人目，影片的内容节奏就真要紧，尤其若用地方文化做主题，台语就是真重要的传播媒介。咱时间可能上长是1分钟尔，要咱把这个这长的故事用1分钟的时间来讲得了，这是嘛是一个真困难真有挑战的所在。进前的产业调查的时阵，因为咱访问拢是看老文的老前辈，因呢咧传达这种故事的时阵，拢是用台语甲咱讲的，所以感觉第一部分是因为这故事拢发生伫咧在地，背后就看智慧拢是用台语咧传承的，所以阮感觉用台语较会当原本的意思来表达。主办单位表示，因咧做地方文化调查的时阵，发现有不少基岛拢是用台语咧传承，所以特别安排用全台语落去教课甲翕影片，除了互民众了解目前网络短影片的趋势，透过影片行销地方文化，嘛达到推广台语的目的。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各行各业都有正专业的用词，要台语的讲法。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宣布，台语工艺书库网站正式就线路，有收1200组甲工艺相关的台语词。这个台语词会当听到发音，要对应的图通好看。希望透过这书库，用台语甲工艺知识传承落去。空头是做花仔时阵用来落空的技师。运用书库就通知影各种工艺台语安怎讲。这是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建立的台语工艺书库，第23正式上线。中心伫2年前委托台湾工艺联名总会去找工艺师收资料，无论是工具、技法的发音、标音，伫书库内底拢有。咱甲收集的物件咱用录音、录影变来了，工艺中心才有派咱的台语的心家委员。针对内底每一句一句来起来做检验，这未来咱来增加一寡无共款的所在，就讲少年人，是讲较中年人会较了解讲这个物件是要哪讲，咱去慢慢去增加。有查到一寡咱较早唔知影一寡语词，比如讲这个笑风，我拢唔知影较早去咧茶顶管这个风。伊是爱笑的。书库拢总收1200组台语词，包括做花仔、木工也是金工等等，有11类。工艺中心嘛指出，老一辈的工艺师傅真侪拢讲台语，少年人若听无，就会影响到传承。另外嘛推出书库的实体展览，要互民众更较了解工艺材料甲技法。咱遮的老一辈的遮的工艺人，伊遮的智慧，因所使用的拢总是台语。咱即届展览呢，除了用现场一寡工具语词的这个展览之外，咱现场阁有 AVR， 要来互大家去体验咱工夫人所展现所有的成果，会当伫现场嘛当感受得到。工艺中心表示，线顶书库嘛将结合影音、AI 这款数位科技，可以通应用伫教学、甲展览等等。未来嘛有拍算阁增加例句，互民众更较了解使用情景。记者辛怡南投报道。台湾戏剧学院探秀热的时阵，举办儿童歌戏营，派出学校上届优秀的学生来教国小囡仔唱歌戏。这些囡仔本地是唔知歌戏的，经过这届活动，真侪囡仔拢已经调啊，培养出未来观众，也展现着文化传承的力量。然后帮我把手指头并起来，这个叫做戒指。江苏是番歌戏的脚步手路，囡仔嘛对咧比手画刀。国立台湾戏剧学院探秀带举办儿童歌戏营，要互国小的学生体验歌戏。
有家长讲，希望透过参加活动，互囡仔真捌歌戏，嘛学讲台语。囡仔嘛讲，参加营队以后，未来会想要去看戏，甚至学歌戏。那因为我们家本身台语讲得少，所以我会希望就是让小孩子多接触一些台语方面的戏曲。因为表演，我嘛想要去看歌戏，嘛想要去学歌戏。除了表演杨宗保和穆桂英的故事，互台凯学生囡仔看甲认真。国立台湾戏剧学院歌戏学系学生来做营队的讲师，甲这国小学生了解台湾歌戏的历史、手念和骹步手路，用因的专业来传承文化。借着这届的机会，会当互因对歌戏尚无有一寡寡了解，看到知影讲哦，这是歌戏，安尼其实我就真欢喜啊。新生代讲师担起传承歌戏的责任。因认为透过活动，会当互更较侪囡仔来接触歌戏，安尼传统戏曲未来才有机会伫囡仔生活中定根生炭。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各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罗西亚境内传出重大的空难事故，一台安托洛夫 AN24小型呼噜皮亚客机，伫咧当地时间24下晡1点，要到停达进前对雷达荧幕消失。罗皮证实讲，这飞机顶头49个人全部罹难。这段画面呢是咧罗西亚联邦航空署和紧急救难部真员坐直升机赶到现场时阵翕的，会当看到离这停达15公里这片树林。飞行机摔落来地点，还佫伫咧清烟。报道指出，讲顶悬有43个旅客，包含5个囡仔，另外佫再有6名的机组人员，49个人全部罹难。发生代志的飞行机是1960年代开始使用的小型呼噜皮亚飞行机，到今已经使用超过60年，会当讲是真久啊。若讲到这件事故，罗西亚联邦调查委员会也已经开始伫咧调查咯。法国总统马克宏和第一夫人佩姬去告美国极右派的查某盲将奥文斯，是因为呢，这奥文斯对今年3月开始伫咧节目内面讲佩姬事实上是查甫的。那马克宏因翁仔某已经透过律师表示，因已经获这奥文斯机会把这影片摕掉，所以拢无做。知影放过的这个奥文斯也无讲要来收煞意思。17岁的法国总统马克宏甲72岁的奥佩基，伫美国德拉瓦州高等法院对美国极右派普克斯主持人奥文斯提起22项的诽谤诉讼，诉讼也达到218页。马克宏阿某讲，因来提告是因为奥文斯伫8集的 YouTube 甲普克斯节目中，讲第一夫人佩基可能是男性，参马克宏甲家后其实有血缘关系等等。另外，奥文斯也伫 X 平台答文中表示，伊甲伊家己的职业声望挂保证。佩姬确实是查甫人，而且伊即世人毋捌拄过遮尔恐怖的代志，呼吁其他记者同齐来报道即个爆炸性的消息。I think that President Macron is going to have a very difficult time with this libel suit. But I think he's also probably not giving enough deference to the fact that cou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grant broad discretion to individuals to comment on public officials. 奥文斯伫 YouTube 有448万观众，社群媒体 X 平台也有690万观众。每一集有关佩姬的评论节目，至少有200万到特别500万的点阅人次。马克宏阿某讲，奥文斯的行为显然咧受了因，互家人感觉痛苦，就此引起关注甲名气。而且因已经互奥文斯充分的机会撤回这个讲法，也毋过说互奥文斯拒绝。奥文斯是反击讲，身边到底是啥物人甲佩姬讲，一个国家的第一夫人告别国记者是一个好的主意。Anyways, I am floored. Are you floored? Because this is just goofy. You are officially a very goofy man, Brigitte. But I gotta give it to you, you've definitely got balls. 那伫美国，佩姬也伫法国提起诉讼，反击2名女子伫2021年12月播出的 YouTube 影片，讲佩姬的原名叫做萨米谢尔吞涅，这正是佩姬兄弟的名。另外，奥文斯伫封告了后，亲像也无提及拍算，也伫 YouTube 影片讲，这件诉讼是明显绝望的公关策略，想要保护伊的人格。马克宏的律师拒绝透露当事人寻求的赔偿数字，也毋过警告，那奥文斯继续不当言行，金额会非常的济。公司新闻新罗会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2度。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